我看到介就系800水仔到2下未为10年内，为采高雄燃料贵向界新型、新料、老新发3只客家种头，除了种农民技术的好春天、漂提类种农作物之外，还种农民系伫顺系贵州界好春天后种高光作物。水利叔叔表示讲，行水去造法是做得种带光作物，农民两种行为已经系严重影响到当地行水起飞嘅安全，造法、水利法做得罚10万人元到50万元嘅罚款。来自天气河川区嘅公文，清清楚楚写对10万元以上、50万以下罚金。对顿也按太条嘅钱，农民讲根本系拿唔出来。人家俺哋咧第一种东西，指定到要罚10万元以上、50万以下。咁喺按嚟讲，俺哋总之咧按嚟加出来有按嚟加征咯，系嘛？咁俺哋不管我咩？政府唔前来啊，人都喺种东西种多件，是天气河川局前瞻俺哋来，俺哋前瞻人，博无垂条作，无垂条治水，那个演俺哋国疆作物，今年800风采打下来数嘅32万吨，俺哋咧木瓜苗嘅用就咧就国疆作物算乜嘅。农民就算怎样嘅唔接受，嘛冇法度来改变。天气河川局表示，想睇河川体种出，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申请。假使农民擅自使用河川体，将会以刑法的窃占国土税同水利法来判。你私自来占有这个地方来从事一个农作物的一个耕作行为，都会被界定为窃占，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窃占来移送，那如果因为现在是刑事先行了哈，如果刑事不罚的话，我们行政也会继续来罚款哈。比如说你这个一侵占，我们就是10万起跳。天气河川局表示，更加农民申请嘅河川体，请做得种50公分以下嘅大茎作物，也超过50公分以上嘅高茎作物。像係農民目前種出嘅木瓜、香蕉一條，全部都唔符合相關嘅規定。天氣河川局嘛強調，一定從去年開始，會喺5年地內徹底係一條違法嘅種出，喺維護河川安全同農民生存嘅權益過程地內，800在後嘅復原問題，還係爭論到。客家新聞真分子高雄報道。